惊咱的两只手遮摸遐摸会来遇到病毒，所以真侪人会用醋氯酸水，或者是酒精来消毒双手。也毋过，这个醋氯酸水袂当喷过量哦。皮肤科的医师讲，若是喷的浓度伤高，或者是次数伤多，恐惊皮肤会伤大，或者是出现皮肤炎。 这喷遐喷，担心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醋氯酸甲酒精当讲非常热门。不过，醋氯酸敢真正有适合做皮肤杀菌消毒使用呢？高浓度长期使用对皮肤多多少少还是有刺激性，使用的次数太多的话，你还是要注意皮肤有没有过敏的现象。所以过敏的现象就是红肿痒的感觉。 伊是属酸性的，建议伫100 ppm 左右，属于可杀菌的低浓度范围。高浓度是用伫环境物品顶面消毒，无建议用伫皮肤。另外一个消毒产品酒精，唔通以为讲喷愈侪解效果愈好。酒精的溶解的油脂的效果非常的强，所以最近门诊里面发现很多因为用酒精消毒，使得皮肤变成富贵手、干燥、过敏来看诊。所以我们都会建议酒精消毒完了之后，再搭配护手霜或是乳液来使用。 另外，也有人会摕酒精来拭手机的阴毛，不过有报道指出，酒精会破坏阴毛的导电，甚至会让手机的阴毛产生黄斑。手机专家认为讲，这甲酒精无直接的关系，因为用手去握到水，或者是使用较久，拢会损害。不过嘛，提醒民众，毋是所有手机拢有防水，建议先将酒精喷伫布仔顶面，才搁拭。